抖音。Kunjut ishigan ağaç deganning bu gapninki endi Alibaba şirketiga nisbatan bir xil boylik kirish, to'g'ri. Va shundoqla endi arzu armon tilaklarninkimi ichilishi. 然后我们的那个业绩部分是占50%，这样子的平衡来评估一个员工对公司做出的这个贡献，所以到今天为止也是这样子的。这就是我们阿里巴巴公司最大的核心的一个就是文化价值观。是吧？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文化价值观，我们每个人都遵守。第一个，我们永远就是客户第一，确确实实。然后我们的团队是到协作很密切，不管我们是跨业务、跨部门，我们就觉得任何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战友。我们马云经常有一句话，不是他们和 business 和那企业文化吧，或他们现在后来这样子把那个 business 办公室那个武侠文化的么子慢慢是嘛，所以我们始终就是那个他们那个我们的很多地方就。今天教大家如何在沙发上拍出高级大片。It's hard to breathe, but that's alright. Hush. 抖音。今天教大家在楼梯怎么拍帅哥。It's hard to breathe, but that's alright. Hush. 抖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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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考虑过这么一个问题？你在网上看到的很多东西，并非是真的。你所迷恋的很多画面，并不那么美。你被骗了，好恐怖！不，这并不可怕。更可怕的是，你明明知道那是假的，但你还是希望那是真的。那么你是真的吗？抖音。I got the I got the 抖音。抖音。抖音。你好，朋友们，今天晚上新疆时间8点钟，北京时间10点钟有一个大型 PK，
对方是老乡，直播间我等你，不见不散。抖音。新疆的球迷在中场休息干些什么呢？抖音。弓箭绑票，青花酱，爽的摇晃，伴随火光。给你过个清凉，热的发烫，有点像在去信仰。这地方空荡荡，没人来打搅，好像被长长翅膀。抖音。抖音。Sizlar ichib qo'ysanglar, yeb qo'ysanglar bo'ladi-ku. Siz yetib qoldingizmi yerda qachon? Chavaq. Uxlayotdingizmi? 抖音。干嘛呀？有人喝饮料啊！抖音。